好啦，因为风台来算长，真侪地火条拢倒去，台电咧拼恢复电力。有3个旅行的技术人员主动请求到灾区来协助，因方派到家己的6架来进行高难度的维修。因讲确实是真辛苦，但是看到灾区有电通用，搁较忝，嘛有价值。学者带航班一步一步咧操作，爬电火条修理电线，这拢是学者亲身咧示范，动作真猛烈，唔惊日头咧芳。风台东上工园南部未少地区修理工程还伫进行。工业区营业处这3位女性的技术人员，由资深的带资浅的，主动到灾区协助。我大概7、8年，然后3个月，未满1年。好累，就很辛苦，对，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但是看到复电成功，就是还蛮有成就感。这几天有跑哪些地方呢？六角、市区、眉山这边都有，还有那个山上都有，奋起湖那边也都有，过夜的也都有。因为查某囡仔人亲人难免会烦恼，要么看到灾区有电通用，真有成就感，搁较忝，嘛有价值。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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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感动人的要有这个画面，和灾民双手揽吊的，这位是台电员工的小妹。伊讲，伊若这是第一线的人员，连续7天无眠无日，沿路落南支援到台南，干那为了要让风台过了后的灾民会当早一天有电通用。多谢这拼命付出的电力英雄，图文一个出来感动真侪网友。一直到早起10点为止，嘉义县停电户要有1367户，台南有1165户。希望讲各地生活会当赶紧恢复正常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